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玉梅老师来了，瑜伽来了，快乐幸福福气来了。有没有玉梅老师要带大家做嘛个运动呢？玉梅老师拿了呀嘛个瑜伽砖，其实啦，可是唔係講老師我又冇練瑜伽，我不卡又冇嘛個冇瑜伽磚冇嘛個，你就凊彩拿一個大毛巾，好一個毛巾哈，安尼執啊，有一個東西也係一本書讓做的。好，人家心呢，老大家講，樣誒正確用到人個大腿的肌力，那個大腿的肌肉哈，係影響那腰酸背痛的關鍵，可以保護膝蓋的關鍵。假使講人個大腿的肌肉哈冇力量，假使人大腿的肌肉力量不夠，你就會用人個膝蓋去支撐你的身體。故所呢，樣誒平常起點呢，起點。大部分人哈只用野位去，好用野位去支撐，冇辦法好用兩個大腿的肌肉的力量。故說玉梅老師呢，給我們帶瑜伽磚哈，記得咯，冇瑜伽磚唔怕，你用兩個一本書啦哈，一個你做的夾到呀，腳趾頭呀，夾到呀，哈，你用一個力量哈。那你夾定，好，你用力，你做唔好呢，唔好幫佢，來唔放起來，有力，來唔放起來。那你夾定的時候呢，你就看人家大腿的肌肉力量，就會用力。你冇用力的話，兩個磚塊就掉下去。故說呢，第一，當日。練凳、當日夾瑜伽磚，安尼起凳，好起凳練個大腿的肌肉的力量。其實人瑜伽哈，站姿很多三那個三，好起凳，你參站姿像山一樣的穩定，好像山一樣的有力量。我說你一起呢，壓大腿就會有力嘞。你冇力的話哈，一點肉啊。人家的肉都容易老化，人講老人家年紀大嘢，一啲肉讓我跌下去啊，為個安尼鬆弛嘛哈。故說夾着，用瑜伽磚夾定來做運動，哈，起張來夾定來做運動，一下夾定來哈，好吸氣，用來半蹲，好，你夾定來。好，玉梅老師安尼幫佢看得清楚，安尼夾到一個磚塊的個安尼半蹲，好，看到呢一腳趾頭呢唔好超過人個腳趾頭，好，安尼夾定好往後推，好大腿，大腿就會有力量，好大腿會做得抽凳，安尼練人大腿四頭肌的力量，好，你假使迄個冇。好，瑜伽磚跌下來，人呀唔會用到腳趾頭的力，那你鼓一下你就會受不了。你用瑜伽磚哈，那你可以停當久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放起來。故說呢，個瑜伽神呐，個印度的瑜伽個安尼智慧的長者哈，攏發明當道的這種的方法哈，本人練功。好，也還玉梅就可以試哦，玉梅老師可以試哈，用瑜伽磚好來帶大家做一些簡單的動作。第一，好起凳，好做半蹲，半蹲係強化大腿肌肉的力量，好幫助我們保護膝蓋，好幫助我們練你的大腿四頭肌。好起凳哦，夾定一本書啦，哈，一個瑜伽磚啦，好，一個大毛巾，吸氣，好，吐氣，身體向後背，半蹲，好，停到呀，你感覺那個大腿的肌肉的力量，好，按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吸氣，放起來。
往上，扩胸，吐气。好，不用享受。好，也是好，夹到牙牙，好，给大腿内侧，好，脾肝肾3条筋，好，听夜通着，你可以好跪下来，同样哦，同样瑜伽砖夹定去。好，你看呢，做平台，那你夹定有一个瑜伽砖这里啊时候呢，你就会有力量。好，安尼，到了啊。安尼发现没用大腿的力量去支撑定去。好，停到了。迄毛你怎么用啊？跌下来，冇力气的，你就给冇用大腿，你看啊，脚唇的支撑咩？好，就用大腿的肌肉的力量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下狗式，没重要。有一个砖块跟某一个砖块哈差动度啊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转来。乡亲朋友，莫小看，好，看英美老师做一下就鬼神的哈动业。好，我说呀，一个砖块呢，按呢，你也冇力。你会唔抵讲，呀施力点在哪？你夹起来，施力点超起的呢，你就腿啊，哈，大腿啊，各方面，你就会知道讲，哦，然后你就第按样的去收缩你能量，让你个能量集中到你个下盘，那个肚脐下部很多人有脉轮咩，还有海底轮，哈，生殖轮、脐轮。好，心轮、喉轮、眉心轮、顶轮，那个身体的正中间，好，有个气脉，有气脉，好，屁股的左边是左脉，右边是右脉。我说，那中间的能量非常的重要。你做任何动作，你只要按你夹定去，你用力用操的，好，你起点按你挺胸。好，虽然有动多种方法吧，有瑜伽带啊、瑜伽绳，你挺胸痛要按呢，尾骶骨收进来，胸挺起来。好，你大腿、你脚掌可以接收到你个大地的能量。好，脚掌跟大地的能量从天来下上来。我看英美老师的脚趾头，还得同样提醒大家，好，脚趾头要拿起来，你个重心呢都你个脚弓起上来。好，要按你夹下来，好，起点，慢慢的，你就养成一个大腿有力的这样的基础。好，按讲个地基要打稳来。好，按英美老师佮做过其他个动作哈，跪垫要重要，跪垫，好，瑜伽衫夹垫，好，跪垫夹垫去安尼，也有一个安尼力量，对呀，好。夹垫去有力气呢，你做后弯，好，脚放下来以后，脚尖颠，好，身体也夹垫去，你腿部会用力，手叉腰，吸气，向前面，够数，秒都要脚跟，好，两个大腿往前推，好，吸气。好，吐气转来，合掌到胸前。好，按你的意思呢，就迄老讲，你做后弯呀、后仰啊，要开胸去的，胸脯打开来去的。莫讲用到腰的去耸起、去支撑起，你要用那个大腿的安尼力量夹定起。因为老师做改到啊哈，你看你要做安尼后弯和做骆驼去的，也夹定起有力。好，慢慢的手叉腰，送出去，一下呢，你大腿就会有力量诶。好，手不用了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往上，吐气，好，go向前。三月的动作呢，夹定起有一个东西了，某一个东西，力量差动作啊，能量差动作，你就停到呀之后，好，慢慢的吐气吸气，
吐气，脚伸出来，好，慢慢的下狗式。安尼还唔会用到野味的力量，就唔会腰酸背痛。假使唔晓得用大腿的力量的时候，你用野味的力量，你就懂容易腰酸背痛。好，安尼好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改到哦，吸气，还有嘛，吐气。假使唔无压着，瑜伽砖，我按呢，我脚无力好夹定去啊！假使唔晓得用力，用唔出力，哈。英美老师教课的时候啊，就会用一条辅具啊，用一条哈。天数，好教学生来讲，怎样诶？第一讲你要有用力冇？你冇瑜伽针对呀，唔抵你有用力啦。你就上个老师我就有用力啦，我有用力，用下一只瑜伽砖，好按你夹定。好，我会同学生来讲，我会留学生诶，去同学生诶，然后佢按你来起来，一小，本来人瑜伽针本来来唔起来，就表示。你有用到大腿的肌肉的力量，假使你软冇用到呀，一样的力量，好，我强的一拿，你就放起来的，好，同样啊，动作动作，好，对人的身体的训练，张开是使用呀，都以后参与老师做研究去，任何时候，讲个脚。你会发现呢，我做会动轻松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用对力量，你用错力咧，你就会动轻松，就唔会腰酸背痛。好，人家新呢，英美老师教大家用大腿肌肉的力量，大腿四头肌的力量保护腰，好去做运动。锻炼膝盖哦，夹一个东西，当然起练训练膝盖，安子先。